跟住講八字，問事者問佢個八字係咪忌火？有師傅同佢講，如果佢個八字行火運，會破佢八字格局。究竟佢個八字係咪唔可以行火呢個唔肯？我哋一齊研究佢八字。女日主，日主係庚金，你天干係比劫身食傷身財幾好啊，冇問題啊。你地支一大堆比劫都係冇問題嘅，但係你個地支唔好出現財運就 OK 啦。如果你地支出現財運，一定大破財。以你嘅八字嚟講，你競爭力會好大，尤其是桃花運同埋工作運呢方面，你競爭力會好大。無論你喺公司同埋對感情運，對方都係唔識珍惜。你個八字比劫太多啦，同埋你個八字特別旺另一半桃花運，即係對方如果桃花運唔係太旺，感情運唔係太旺，同咗你一齊之後，你個男朋友、你嘅老公桃花運會特別好，因為你旺佢，搞到佢桃花運特別好，所以你個八字運係旺桃花運嘅，旺對方桃花運。師傅同佢講，你唔可以行火呢個五行，我哋一齊研究下佢。如果天干行火運，睇得唔得？財運，財運呢部分係木、甲木、乙木，地支係寅木、卯木，官運、感情運，丙火、丁火，地支午火、巳火，睇下佢咩字可以行，咩字唔可以行。如果係行財運，甲木可以，因為辛金生癸水生寅木，再生甲木可以，乙木都可以，地支寅木唔得，卯木都係唔得，所以財運呢部分你地支不能行寅木同埋卯木，天干就可以行。所以如果你行緊乙木呢個大運，你財運會提高咗，會好好。所以你個八字本命本係冇官運，即係冇火啦，但係唔緊要嘅。但係你個財運呢個大運行緊乙木或者行甲木，財會生功，所以你桃花運會好嘅，可以生你個工作運同埋感情運。所以你依家行緊乙木呢個大運係好嘅，你感情運係冇問題。再睇埋地支啦，如果行火案會點樣呢？丙火一陣日，丙申合唔可以用，你會俾自己嘅人搶走，俾自己競爭者搶走嘅工作運同埋感情運。丁火可唔可以呢？丁火一陣日，金生水生木，再生火冇問題啊，可以行。丁火可以行天干。如果再睇地支呢？地支午火一陣日會克你日主受克，地支日主受克，申金又死咗，酉金又大一個死咗，所以午火唔可以行。巳火呢？巳火一陣日，巳申合，你桃花運同埋工作運又係唔得，冇咗嚟啦。所以你財運呢部分只可以行甲木同埋乙木，你感情運同埋工作運只可以行丁火。所以有師傅同佢講，你行火會破你個格局，佢係講得冇錯嘅，因為你可以睇到你感情運呢方面同埋桃花運呢方面、工作運呢方面，三個火都唔可以行，只可以行丁火一個。所以
你個八字嚟講，你唔好行呢三個字，丙火、午火、巳火就可以啦。如果你行午火嘅話，會克你個地支日主，所以你個壓力同埋競爭力同埋你桃花運會出現問題。所以平時唔行呢幾個字冇問題，除咗丁火可以行。我咁樣講，你已經明白，唔係所有火唔可以行，要睇排列組合。你財運幾好嘅，兩個可以行甲木同埋乙木，但係地支唔可以行寅木同埋卯木。你感情運、工作運可以行丁火咯，但係午火、丙火、巳火就唔可以行啦。我咁樣講你要明白啦，所以有八字唔係全部火都計，只可以用一個丁火，就係咁簡單。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